第27日，活出超越 do's and don'ts 嘅生命。喺學校嘅課室裏邊，常常都會見到 do and don'ts。其中 do's 代表可以做嘅嘢， don'ts 當然係代表禁止嘅嘢啦。老師為咗課堂嘅秩序，往往會列出上堂嘅時候應該做同埋唔應該做嘅嘢。譬如話上堂嘅時候禁止玩手提電話，上堂嘅時候禁止飲食。而非常不幸地，好多時候我哋嘅信仰都係一張又一張 do's and don'ts 嘅清單，將信仰簡化成咩可以做，乜嘢唔可以做。面對住 do's and don'ts 嘅信仰，耶穌有以下嘅教導。馬可福音10章1節。耶穌從那裏動身，來到約旦河東的猶太境內，許多人又聚集到他那裏，他像平常一樣教導他們。有法利賽人前來試探耶穌，問他：丈夫可以休妻嗎？耶穌回答：摩西吩咐你們的是什麼呢？他們說：摩西准許人寫了休書就可以休妻。耶穌說：因為你們的心硬，摩西才寫這條例給你們。但從起初創造的時候，神是造男造女，因此人要離開父母，與妻子聯合，二人成為一體了。這樣他們不再是兩個人，而是一體的了。所以神所配合的，人不可分開。回到屋子裏，門徒再提起這件事來問他，他對他們說：誰休妻另娶，誰就是犯姦淫，得罪了妻子。如果妻子棄夫另嫁，也是犯了姦淫。經過一段時間喺加利利地區嘅活動，耶穌而家返到去猶太境內。不過耶穌只係啱啱開始教導群眾，班法利賽人又揾上門啦。法利賽人以離婚問題試探耶穌，男人休妻係咪唔合法呢？佢哋期待嘅係關於法律條文嘅辯論，但係耶穌呢，佢帶佢哋返去起初。從起初創造嘅時候，神造人係造男造女。呢一句簡單嘅回應，顛覆咗宗教規條嘅思維模式。當人以摩西准許人寫休書呢啲規範嚟到定義行為，耶穌卻邀請我哋定睛喺更加深刻嘅層次。嗰位創造關係嘅主喺永恆裏邊為婚姻設立嘅藍圖。我哋成日都好似當年嘅法利賽人，將信仰簡化成乜嘢可以做，乜嘢唔可以做嘅清單。但係耶穌提醒，真正跟隨佢嘅人要明白意義，就好似婚姻唔單止係法律條文同埋契約，更加係二人成為一體嘅生命連結。
昔日摩西只係因為回應人嘅心硬而寫低誡命規條，叫做為離婚加多啲嘅門檻，以求人嘅婚盟唔至於隨意被棄絕，任意瓦解。但係上帝嘅創造設計原是好的，當世界話合法就得㗎啦。耶穌邀請你返返去上帝嘅創造設計裏邊，再去思考婚姻嘅意義。基督信仰從來都唔只係 do's and don'ts 嘅規條，而係同三一神建立嘅親密關係。弟兄姊妹，當我哋讀聖經嘅時候，不妨俾自己一個小練習。每當讀到一項 do's and don'ts 嘅時候，唔好急住問要點做啊，要做到咩程度先得啊？而係俾自己靜心思想呢一個 do's 或者 don'ts 顯明咗三一神點樣嘅一個性情呢？就好似婚姻嘅盟約顯明咗佢信實同埋不止息嘅愛，而安息日顯明咗佢賜恩嘅心腸。知道佢嘅性情，知道佢嘅心腸，其實你就會知道應該點樣做決定嘅。親愛嘅弟兄姊妹，當我哋越認識賜律法嘅主，就自然越能夠喺愛裏邊持守真理，散發出超越 do's and don'ts 嘅生命影響。我哋一齊祈禱。慈愛嘅天父，求你拆毀我心中用規條築起嘅信仰框架，讓我哋返返去你起初創造時嗰一個湧流嘅愛，聽見你喺我哋犯罪墮落時候嘅呼喚：人啊人，你在哪兒？當我讀經嘅時候，求你賜俾我聆聽你心意嘅一雙耳朵，靜下心來，喺每一處 do's and don'ts 裏邊認識你嘅性情同埋特質。禱告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祝福你，聽日讓我哋繼續喺馬可福音裏邊與主相遇。